隔个也是花的，粉色的花看起来同热甜的感觉，不过隔个看起来又有一点像温馨的感觉。啊！你用超爱好，根本要去太湖公园野菜，讲我13年出去出差，不过啊，佢同我讲叫我做那个洛梨沙沙酱，佢烫起来就动起来，竟然要做那个，我要去比过去啊！做唔得，做唔得。古上嘅草本嘢就想到講好，我去超級市場去買嘅棉花糖，我來做一次當簡單，唔過看起來又當上意式嘅料理哦。韓國也出料理呀，做100做得做3種口味，唔過嗱你有幾難食，唔過人嘅所有食材全部就做得出來哦。古上愛做乜嘅口味，我等一下再個同講哦。冇錯，人今日要做料理嘅主角就是呀，盤嘅吐司。其實呀吐司吼，做得講搭3年無卡全部都有。呀吐司雖然看起來當簡單，不過做得做出當無窮用變化嘅料理哦。今日要做嘅料理全部就會用吐司來做主角。還有除咗吐司以外，上擺我用乜嘅口味做得自家來搭配。從今日阿佢們體重愛做嘅就是呀。菱角肉桂口味，呀，菱角肉桂口味，啲老闆其實有當到嘅點心，不過嗰種口味我就知道有一些咧嗰種凝固味，有一些咧特殊。故說阿喬妹今日愛教大家用自家嘅方式來做出菱角肉桂口味嘅高級點心。韓國除咗菱角以外，另外咧就係喺台灣青島嘅薑汁，韓國愛用一種有黃瓣嘅有嘛？用有黃瓣咧就當熟，香味就會當足，薑汁搭配呀。哇，飯條醬看起來咪係當簡單嘅食材，唔過兩種夾起來，會有當高級嘅美食哦。韓國蛋糕再個用一開始有講到嘅棉花糖當定一下來做裝飾，就會當定一下個。韓國青米一種口味係講冰上地度有按到乜嘅材料，全部就做得加落去，自家做點心就係按簡單。來看一下我準備按到乜嘅材料哦。提醒大家哦，用配上以前聽說愛先備熟，按容易等下東西放落去，佢將會達到唔愛嘅溫度哦。故作一下研究，準到200度，先備熟20分鐘，研究做得來繼續處理呢啲食材哦。好，一開始阿佢們愛先來處理呀，菱角先攞佢切丁，切幼幼嘅。差唔多用一般的量就有來，好，然後呀，低頭切塊，韓國也然後佢熱頭過後，出隻然後佢切丁，按用等下，然後用米包的方式，把呀菱角嘅米絲全部都走出來，好。變到米包嘅溫度，好，接下來係按呢奶油一滴，因為也係做甜點，故所甜點度好，奶油嘅米絲就當重要哦。接下來啊，因為菱角吼拿出來變一下，佢會有氧化嘅問題，氧化當然會拿菱角去浸鹽水，不過阿權冇愛教大家另外一種方式，就係用檸檬水嘅方式，咪做得每盤菱角氧化哦。我拿到一檸檬，我就知道還有藍水有菌，我吞一下還有藍。好，來啦，檸檬水，好粘落去，然後撒下來係按呢肉桂粉，肉桂粉做得看你自家中意什麼，不用一滴滴嘞，
好，再过来攞佢攪攪啊，攪勻。因為係用簡單料理嘅方式，也簡單料理嘅方式，就做得來用微波爐就做得。好，嘅就去微波一下哦。好，就用大火煮1分鐘就好誒。好，按樣鐵一出，你嘅冷糕肉桂口味就等佢好，按樣呢壓料就好了。接下來係第二種係呢姜椒韓國發頭醬，也姜椒愛用2條，一條愛先切片，好就夾落去薄體皮薄體。好，哇，也真係係有熟嘅，有看到冇？就已經有按樣。當熟嘅用誒，切片，一條姜椒先切片，另外一條因為做無扣用，因為做姜椒飯頭醬，故所先攞佢皮剝好皮，切隻，攞佢放到110溫度，韓國拿一個切面按嚟揢，切隻攞佢揢綿。哦，有糖豆丁冇？糖豆丁就表示家下那東西好了。揢綿以後，愛老呀，飯頭醬，攞佢放落去地度攪攪啊。好，向下全部攞佢。哦，按樣就係當枸杞味呀。姜椒飯頭醬。其實也係一個當簡單的做法，係假使講你係早晨頭上愛來食這個時節，其實咪做得按樣做哦。哇，看起來就當上顏色，得唔得到？先來試一下。就係有種當枸杞的味道。材料全部都準備好咧，有冷糕嘅、韓國姜椒嘅、韓國鹹嘅3種口味全部就準備好勢，做得來開始組裝嘅。接下來第一種口味係呢冷糕肉桂口味，先老家微波好嘅，大家可以下也微波好嘅料好，已經全部就變做按呢冷糕已經熟嘅，好就做得落去放上去，好把它放上去。太可以，不用一條落去。湖南嘅過後，就愛放清淡顏色嘅棉花糖，味道愛幾隻放起來，烤起來會當淡顏色，愛湖南韭汁。好，然後就來鋪盤大家看，按樣配出來就會當香顏色，當淡顏色哦。等下配好嘅時節，大家就會看到嘅棉花糖有一些咧溶體，有種軟軟，真嘅就係棉花嘅感覺，看起來當好食。好，第一種口味也係人就做好嘅，接下來愛做第二種口味係姜椒飯頭醬嘅，攪攪以後，老爺，哇！很棉花當綿密有冇？攞佢裹上去，好，鋪內咩以後，再個落姜椒，放落去一滴一滴，夾放落去過後，接下來係呢，平常師傅卡當家就會有按樣嘅點心，佢妹妹當好食這樣子的零食，巧克力碎片後，做得攞佢碾碎。韓國就等人家下用姜椒的蔬菜，好，按用第二種口味就做好了。接下來係第3種，就係鹹鹹的口味。剛剛阿喬冇有講到好，不卡有乜嘅料就做得變乜嘅，其實也鹹的注重真嘅非常嘅簡單。首先你要有一種醬，要醬唔管你係拍醬啊、強醬啊，亦係紅醬。基本嘅阿喬冇用嘅就係類似紅醬的按用嘅頭馬豆醬，攞佢芎藥抹上去，頭馬豆醬抹上去。好，抹上去過後，再個邊一絲絲的培根，
培根其实像乜个热狗啊、烟熏鲑鱼呀、猪肉啊，一类东西全部就做得。再个了，要注重营养就要放一滴滴嘞黄椒，好。变好以后，前面也系有一种像系嗰种焗烤披萨的感觉，故所以我变一些嘞起司丝，变上去，好前面再个加一些嘞呀胡椒味，同样杨米滴来落去，好。要这时间啦，你配上咪差唔多比少有一段时间呢，一下就做得，然后你点心用200度拿你去烤，差唔多5到10分钟的时间就做得了。时间啊，我家下温好衫裤，韩国一下配好嘅点心做得出炉了。一下先来问大家看当地人食嘅棉花糖口味。哇，可以来到小女生呢！当地人食嘅棉花糖全部就装起来了，再下来养一些嘞牛桂粉。好啊！以后我要准备下当地人食嘅必备武器哦，叫做对碾碎呀巧克力酱。嘿，好，按样提出呀，另个肉桂口味就做好了。接下来还有2种，全部一下再个去给拿出来哦。好，哇！103种口味的点心用我按封片呐。好，哇！故说阿全部按样，这样花10个分钟就做得了3种口味的点心，全部就处理好，就做得准备去同阿里勇去太湖公园野餐了。今日再个去里准备一下。哎咻！好，按样样做得呀，嗰边一类饭，等下就做得去野餐呢。唔过，加下皮头嘅点心嘅米头就吃到东上而生呢。嘿，我还要多做一只嘅，等我去野餐的时间还忙到，全部就先来睡一后了。哦，可以来东想一下。好食啊！但真係要多做一咧，冇嗌都等下當水嚟到誒。有辣好食，唔咩嗌這個講。喂，多謝嘢。好，今日等下我見面咯。好，我去了，拜拜。牙床，冇誒。